天開36教，萬法雷靈震日月。地立24教，宗師頓法動乾坤。三少會談係一個結合宗教法科、風水命理、談笑風生嘅節目，希望大家會中意啦。喺睇片之前記得 CLS 我哋，因為你嘅支持係對我哋一份嘅鼓勵。事不宜遲，為大家送上三少妙談。大家好，又係三少節目嘅時候，今日好榮幸我去到檳城馬來西亞訪問到葉進德師傅，葉進德師傅好熱誠招呼我，哇！睇下佢個法壇，睇到佢嗰個內壇一流，同我哋香港嘅六壬教完全唔同。葉師傅都係我哋復英館高州一脈，係一個好資深、好高深嘅師傅啊！阿師傅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同我哋打個招呼。大家好，好嘢，係啊，師傅。咁我同你食個飯，傾個偈，咁啊了解到你嗰啲六壬嗰個法脈同我哋有啲唔同，同埋你啲符法好多都係唔同我哋嘅。或者請你講解下高州六壬有咩特別嘅地方咧？呢邊每路那高州嘅香港嘅啲分別睇到是大啲嘅咯。真正我们六壬的是没分高州、惠州是没有分的，因为网络发达，大家要分开。香港那一脉就是惠州的，由真法庭的真法庙传出，在惠州那边传出。對。那我们呢，主要传承是从谢光明这一脉，那是高州。高州釘擺。高州釘擺。釘擺。现在很多人在讲说高州六壬。惠州六壬分成是这样，而其实在研究之下呢，高州六壬和惠州六壬的符接近70%是一样的，有些是里面有些花字不大一样，很多东西你惠州有的我们这边没有，我们高州边有的惠州那边没有，对，就这样子。然后就传教方面呢，就也不跟香港不一样，香港有宗教、大教、三神教。五雷教、五岳教对的出教，对，我们这边只是小教、中教、大教、天沙祖师出教。问题这个符术方面就是有些要研究一下不大一样，很多都是那个飞沙教里面呢，就跟香港的不一样了。對，香港沒有飛沙教，我哋香港係冇一個飛沙教。佢個高州六壬咧有個殺手鐧，就叫做飛沙教，係打飛沙。佢呢個飛沙係打盲人嘅眼嘅，所以佢哋同我哋香港嗰個六壬咧係完全唔同，各有千秋，大家有大家一個手法。佢呢邊咧個特質咧就好得意嘅，佢有個外壇俾你哋參拜嘅地方，有個內壇佢自己做嘢嘅地方，佢做咩鬥法啊，做咩法事啊。都係喺內壇自己做，唔俾人知嘅。內壇唔係隨便俾人走落去嘅，所以叫內壇。唔係淨係六壬呢個阿葉師傅有，其他鄭師傅靈山公佢哋都有內壇。所以咧我發覺馬來西亞呢個神功個氣氛咧係比我哋香港嚟得神秘，嚟得高深嚟得即係比較神密啲嘅。即係佢哋嗰個心態係浸晒落去做，唔係好似我哋玩下咁樣去做。所以我哋今日咧嚟到見到阿葉師傅，係我哋嘅榮幸見到葉師傅咁好高興葉師傅肯接受我哋個訪問。葉師傅係好好人嘅，同我哋傾偈好友善，一個好溫文嘅長者，大家都應該嚟拜訪下佢嘅。謝謝。真㗎。咁或者講嗰個壇有咩做過，有冇咩最近有冇做過咩法事咧？呢邊每路講最近都做咩法事喎？我很簡單啊，我是在今年3月18，我們做時供誕，我們把它搬到下面去做，很多徒弟都回來。今年3月18咧就有做個施工誕，係第一次做最大型嘅，世界各地嘅外國外州嘅翻晒嚟。還有就加多了，我們做那個禮斗方面，就是道教嘅東西禮斗。然之後我哋就有侵襲咗道教儀式，今年嘅施工誕我哋有做禮斗。做禮斗拜斗。
即係呢個拜斗。對，這樣。而第二點是我們的施工牌跟香港廟公屏風那一脈也是一樣，問題是它兩旁的那個對聯不大一樣。那還有這應該是廟公哦，廟公多加了百靈真教主，對，武力大將軍啊，這兩個不一樣。對，那還有這壇前面的符也不一樣。在香港方面，每次都是9張符貼在前面，我們是8張符，一邊3張，上面一張，下面一張，這樣子不大一樣這些。咁啊係啊，佢哋嘅傳承同我哋係有啲分別嘅，好似佢哋嗰個食符嗰個方法都係同我哋有啲分別嘅唔同嘅，聽佢哋講述。咁啊，各施各法，大家有大家個奧妙之處。咁啊，當然啦，如果係一個有誠意學神功嘅人，首先一樣嘢我哋要諗下人哋嘅做法點解咧？有冇理由咧？咁我覺得係佢有佢個道理嘅，一定有佢個道理嘅。係啊，請葉師傅講解下嗰個小教。其實我對小教咧仲重視過其他教，因為小教先係最犀利個教。你是咪唔會講，嗱你小教係咪面嘅安尼特別安尼重要？因為我小教是一開始學，有些徒弟他只要小教，他不做法事保個平安，所以我們過個小教給他。小教裡面有差不多7張符，7張。就是香港那方面應該是沒有。哦，它7張符不一樣。佢7張符香港係小教，7張符香港係冇。所以我覺得我哋香港嗰邊嘅六壬教咧係好似有啲冇咗嘅，有可能係最早嗰幾輩得到個師傅嘅真傳咧，就係大家分呢個師傅俾多啲，呢個俾少啲咁啦，又係呢種態度啦。所以都係好正常嘅神功嘅傳說嚟嘅，冇錯嘅。除咗呢啲小教、中教、大教係咪好緊要嘅咧？一樣㗎啦。哦，你哋過教都係用紅嚟過教。紅過教。在堂前爐裡面接下來，我們把那香拜了就插入爐中。在爐中拔起來，從爐中就施工，代表說傳承給我的徒弟。都係代表，我是代表過來，不是我傳施工傳，所以在傳之殺出，打一杯，如果3杯都打唔到嘅咧，就下次再傳，好正常啦，我覺得。有咩要補充？想請問一下咧，一般我哋香港做施工誕就係做3月18、6月22，但係以我所知馬拉咧就sorry 會做埋8月28嘅，係咪咧，葉師傅？在我們這邊澳洲6壬的東西，全部3個施工誕，就是3月18，對，6月22和8月28，對。包括你們可以看到那個穿雲箭那一脈，穿雲箭也是一樣。這3個施工誕之一。在我了解，香港是2個罷了，應該3月18和6月22。你問我為什麼8月28呢？我就不清楚了，傳下來了。明白。我以前學的時候也沒問過師傅也沒有講，所以我不敢亂講是什麼事。你的師傅是哪一位？在北海。北海。叫咩名啊？張水源。張水源啊！咁個師傅咧叫做張水源，傳落俾葉師傅嘅。咁當然啦，佢哋個傳說梗係有佢哋個能處啦。咁我哋大家係學六壬呢啲教咧，大家都要融會貫通，學習下人哋嘅好處啊！因為我嚟到，我見到都打咗個突㗎，因為見到佢俾好多符我睇，我哋都係冇嘅。有啲就同我啱新拜嘅師傅相同，有些少相同，但係咧有啲亦都係同我哋
平工嗰度相同。總之大家都係有啲佢有嘅我哋有，佢冇嘅我哋有，我哋有嘅佢哋冇，即係大家都有啲應該要互補嘅。其實應該而家高州六壬呢教咧都應該係興起嘅，應該在高州六壬我所了解啦，在香港是没有开始传，不过现在好像是有人在传高州。開始了，開始了，對。是不是我的徒弟传过去我都不知道，真的不知道，我都不知道，因为我本身传呢，可以说比较广阔啊，本地比较少，我中国大陆、台湾、新加坡，包括老外那北美洲，那过去主要是小教，还有我们六壬的那个画煞符，因为他看風水嘛，畫煞的時候沒辦法符，他畫煞符。花煞符係好緊要，我哋六壬花煞符係幾好嘅，係到頂嘅。那你們問我，那個老外會不會講？我說我不知道。問到符，他會一點畫，慢慢畫，他會畫。老外學，我學。老外都學喎。今年5個從北美洲過來。他們說英文的喎。他說英文對，那還有一個翻譯。不是他翻譯，不是另外一個翻譯這樣子。好特別喎，有老外學。有心先得，真係。唔係啊，若干年後可能佢哋好犀利㗎，因為佢哋個心態浸淫落去學神功，好專注。我見到有啲上龍虎山學道教嘅好叻，手錄叻。因為我們這邊呢，以前呢不是現在過教49天。每天都要回館跟師傅學畫符，然後覺得你在現代社會啊，慢慢演變成7天，過一個教，那最近啊就是沒法子啊，導演過來嘛，所以呢沒法7天，我們就是當1天裡面過到7天。1天，不過那些符、那些表紋，什麼東西都要做，是1天做到完。做多少個小時啊？早上到夜晚啊！我一次是好像去年從早上9點做到晚上11點。哇！超過12個鐘。係啊，咁你冇咁上下，你係過唔到嘅。因為我主要過教，我不教徒弟，可能畫符、風聲，什麼東西全部我自己做。好。因為有些老也跑到這邊跟學了。叫徒弟跟他們做，人家也不高興。對。那我們過教有5張大符，5張大符，就6壬5張大符，還有就是100多張的6壬符，100多張。5張大符係好大張㗎，大張。係啊，好大張㗎。好大張。那5張大符是畫刺。刺的。畫這個。畫在水上，沒生存沒有。現在紙張品質問題不敢生存。嗱，所以咧，大家都係六壬教，大家都係福音館，認識好多，大家認識好多唔同，唔好話邊個啱與邊個錯，各有各嘅手法。係啊，冇錯。所以其實啲祖師爺都好豐富，其實留落嚟啲嘢好豐富。其實我呼籲下香港啲同門，如果想學高深嘅，就嚟檳城揾阿葉進德師傅學，冇錯嘅，係真嘅。勝過學埋嗰啲無謂師傅，真嘅。葉進德師傅喺檳城，如果有唔明唔知嘅，可以揾我哋可以介紹佢過嚟，唔緊要嘅。學好嘅嘢，學真嘅嘢，唔好淨係得把口去講無謂嘅嘢。對唔住。有感而發，即係呢大家俾咗大家一個好朋友嘅提示。學法要珍惜咯。係。又要珍惜師傅嘅。珍惜師傅嘅嘢就各自睇法啦，係咪？不過我哋話，如果係學六壬嘅咧，就真係要放個心去學，因為葉師傅佢哋做六壬教咧，佢成個心抌咗落去。唔同我哋嘅，我哋都係出邊做下嘢咁樣，翻嚟玩下咁嘅啫。佢哋真係一生抌晒落去，所以佢呢啲係叫真正師傅，係真嘅。
係啦，希望大家同門如果係有心嘅，過嚟檳城揾阿師傅啦。師傅係一個絕對係一個好師傅，冇錯，我可以講嘅。好啦，今日訪問到呢度啊，葉師傅，多謝晒。多謝師傅，好，多謝晒。記得多啲點讚、俾 like，支持我哋三少，多謝。好。好，very good。